来甲大家讲一个囡仔故，就是一个卖茶米卵的查某囡仔的故事。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因生做足古锥的，叫做秀琴啊。伊18年前的时阵，都已经50岁啊。68。对，这古早18年前的时阵呢，伊伫咧车站的附近，伫咧卖茶米卵。伊就咧话讲，想买买我的卵，用上老的老茶煮好的茶米卵，想买买无？拢无人要甲插。伊就感觉足伤心呢，伊一定要想一个办法。伊就是讲好啦，啊无带去，我归起来穿一个辣妹装，啊就卖1粒送2粒。哦，伊就甲伊的裙甲头甲捞出来，金卡头啦，裙甲头捞出来，有50斤，啊，搁有伊的腰带肉嘛捞出来，伊就咧卖迄个腰来吧，嘛捞出来，伫咧卖迄个卵，哪卖哪像辣妹驾到，所以咧，足侪人都拢起来，甲伊讲，也是去唱歌好啊，莫伫咧遐卖茶米卵啊，所以这就是咱秀琴啊出道做歌册故事，感谢大家。